เขาเป็นหลอกก็ย่องมา我ตี好啊，反正让我ตี好。น้องสุดใหญ่มาก那也到家了。哦，ใหญ่ก็เชียวเต้ 搞地形了。哎，走。我家的都喜欢装那高的刀。我都是成功的 K， 知道？是，哦有，应该放假。你们那个看到我看，看到我来了。有那个刀，就会打好的，好的都是。那就叫老两百个啥？点点点。因为我们。主要我给打个节两块。后面了。后面的刀，怎么讲？那边还到龙姐一个的是。我这习惯了。一毛的刀。不啥的，都记好的，听见了。叫我洗澡，洗澡。